各位善樂人弟兄姊妹，願你們平安。相信我哋都因着大埔宏福苑大火災而心情沉重、哀傷同埋憤怒。呢一次嘅5級大火燒毀咗7座大廈，接近2000個家園，奪去咗最少159個寶貴嘅性命，當中包括將要結婚嘅一位37歲消防員何偉豪，仲有接近80位嘅受傷者，31人失蹤，仍然有遺體有待確認身份，仲有喺社會上邊數不清嘅心靈受傷嘅人。呢一刻我哋都係失語，我哋都唔知講啲咩好。呢一刻邀請大家一齊起立，我哋沉默片刻，求主接納我哋嘅哀思，收納無辜死者嘅靈魂。各位請坐。上週係將臨期嘅第一主日，我哋嘅蘇浩然神學生上週嘅講道提醒我哋要警醒等候，唔好麻木，要讓目光專心仰望上主，作端正、有紀律、彼此牧養嘅忠心僕人。今日係將臨期嘅第2主日。按照教會嘅傳統，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和平。今日我會以舊約嘅經課同埋福音嘅經課嚟到講道。今日舊約嘅經課以賽亞書11章嘅經文係先知以賽亞對未來嘅願景嚟嘅。經文嘅背景呢，就係以色列人面對大國亞述嘅威脅，亦都要同時面對同胞嘅信仰道德敗壞。猶大皇室同埋百姓偏離上主，法治崩壞，偶像崇拜盛行，內憂外患，令到以色列嘅南國即係本身以色列一個國家分裂咗南北，然之後咧北國先滅亡，然之後令到南國猶大咧接近亡國嘅邊緣。以賽亞書嘅10章就描述，先知咧認為佢以耶和華信仰嘅角度佢認為係上主要使用呢個大國亞述去作為審判同埋管教嘅工具嘅。嚟到11章，先知就轉向盼望嘅訊息。先知寄望以色列人終於要成為世界嘅拯救，成為公義同埋和平嘅國度，引領萬民回歸上主嘅。以賽亞書11章1節就係咁樣講：從耶西嘅殘幹即係將樹斬到剩翻根嘅嗰一嚿呢個剩低一個好少嘅部分樹根呢，終會長出嫩枝而佢嘅根所生出嘅枝子就會結出果實。以賽亞預言耶西嘅後裔即係大衛王朝嘅後裔雖然好似被砍伐淨盡，剩翻根一樣，但係佢終會生出彌賽亞嘅嫩枝。彌賽亞希伯來話即係 Messiah， 係指上主所膏立嘅，佢要承擔先知、祭司同埋君王嘅職分，要引導整個以色列民。以賽亞先知預言嗰個將要嚟臨嘅彌賽亞係咁樣嘅。第11章2至5節，耶和華嘅靈要住喺佢嘅身上，
就係智慧同埋聰明嘅靈，謀略同埋能力嘅靈，知識同埋敬畏耶和華嘅靈。佢要以敬畏耶和華為樂。佢行審判唔係靠眼見到嘅嘢，亦都唔係靠耳仔聽到嘅嘢。佢係要以公義審判貧寒人，用正直判斷地上所有困苦人，用口中嘅氣擊打全地，用嘴裏嘅氣殺戮惡人。公義要當佢嘅腰帶，即係能力啊；信實要作為佢脅下嘅帶子。猶太人深信呢一位咁樣嘅彌賽亞咧，將要來臨嘅。我哋今日當然知道，我哋所談論嘅彌賽亞係耶穌基督。但係2500-600年前嘅猶太人、以色列人，藉住先知嘅口所描述、所期待嘅呢個彌賽亞，佢哋唔知係邊一個，佢哋相信可能係一個具體嘅人，可能係一個制度，可能係一個國家，佢哋唔知嘅其實。但係好肯定講緊就係按照佢哋嘅自我認知啊，即係猶太人、以色列人啊，佢哋相信就係上主揀咗佢哋呢個民族啊。猶太人終會等到彌賽亞由佢哋嗰度出嚟嘅。呢個彌賽亞，呢個國度，呢個君王，呢個祭司，要為世界帶嚟公義、帶嚟更新、帶嚟和平嘅國度。呢個國度係點㗎？後邊6至10節就繼續描述啦。野狼就與小綿羊同住啊，即係我哋大概想像到古代都係咁樣去將啲動物分類嘅，即係嗰啲即係奸狡啲、邪惡啲咧，同啲即係溫柔啲嘅綿羊啦嚇。然之後豹子要山羊同餓嘅，少壯獅子同牛犢肥畜，即係本身係獵食者同嗰啲被獵食者咧住埋一齊唔驚嘅。然之後咧，啲小孩咧就要拖住佢哋。吃奶嘅嬰孩咧就喺虺蛇嘅洞口玩，即係唔怕蛇嘅。斷奶嘅嬰兒咧，亦都唔怕咁樣可以摸住毒蛇嗰啲洞口嘅。聖經嘅就話喺上主嘅聖山，本身傷害人嘅都唔再傷害人噶啦，因為認識耶和華呢一個知識鋪滿全地。即係話認識耶和華嘅智慧係讓到所有本身傷害人嘅，佢知道唔再要傷害人。到嗰一日，耶西嘅根要作為萬民嘅大旗，號召萬民，列國都要尋求呢個彌賽亞。佢安歇之所，即係佢安居嘅地方，大有榮耀。原來猶太人佢哋諗緊，即係2600年前藉住以賽亞先知口講緊呢個彌賽亞嘅和平國度係咁樣嘅，而佢哋相信佢哋有份要建立呢個和平國度嘅。呢個將來嘅以色列人係點嘅呢？將來即係何年何月咧？對佢哋嚟講，幾時嚟嘅咧？嗱，公元前586年啊，即係距離而家大概2600年，南國最後係滅咗國嘅。以色列人咧就帶住先知以賽亞剛才嗰個宣告，即係話彌賽亞要帶領回歸呢個盼望，佢哋就進入咗一個長久流散嘅時期。然後先知耶利米宣告啊，即係根據佢嘅宣告咧，其實大約70年後，猶太人就得到當時嘅統治者啊，考下你哋，即係邊個咧？當時係啦，去到波斯王噶啦，得到波斯王嘅允許咧，就翻到去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直至耶穌降臨嘅嗰幾百年，以色列人都經歷住一個唔完全嘅回歸嘅。唔回歸係因為佢哋其實仍然喺唔同嘅大國統治底下。耶穌時代嘅大國即係邊個啊？即係羅馬帝國啦。喺呢個漫長嘅歷史當中，大家就要醒翻啦啊！整醒隔離嗰啲。喺呢個漫長嘅歷史當中，
其實猶太人產生咗一個自我內在嘅矛盾嘅。一方面，猶太人認為喂，自己就係唯一受上主認可嘅民族嚟噶嘛，你當係佢哋代理上主統治世界嘅，而且佢哋係孕育彌賽亞同埋和平嘅國度嘅，係唯一上主揀咗嘅選民。但係現實係點啊？猶太人仍然活喺唔同嘅大國暴政底下，既貧窮又無力，未能完全去代理上主嘅主權。心理學原理咧就係一個咁樣嘅名啊，叫做自我不一致理論 （self-discrepancy theory）。呢個理論講乜咧？就話內在嘅自我認知，如果與現實有落差，有機會產生一啲我哋今日都好明白嘅情緒嘅，即係可能就係焦慮啊，或者有一種被威脅嘅感覺啊，甚至會有社交障礙啊，好強大嘅不安感啊！為咗填補呢個自我認知與外在現實嘅差異咧，你知唔知會做咗啲咩出嚟嘅？有啲人呢一種焦慮，呢一種嘅不安咧，有人會用一種方法咧去疏解嘅，就係建構一個虛擬自我嚟到令呢種衝突咧稍微冇咁強烈。即係咩啊？即係你打開 Facebook 啊、IG 望下你身邊啲朋友，你就知我講乜㗎啦。明明接觸佢嘅時候咧，即係一個樣嘅啊，但 IG 點解你好似好光明、好開心咁樣嘅咧？好似咩都掂咁嘅咧？嗱，你打開你望下你身邊啲朋友啲 IG 係點嘅？如果將個人嘅情況推演至到一個社群或者一個民族，呢個就涉及咗整個社群嘅身份認同機制。用呢個角度咧，你就可以理解到噶啦。猶太人喺漫長嘅自我認知同埋現實嗰種割裂啊，嗰種壓抑底下，佢產生咗一種我哋今日講嘅極端宗教自義傾向。為咗證明自己真係上主嘅選民，宗教人士即係聖經時代宗教人士、祭司、法利賽人或者今日有讀到嘅一類叫做撒都該人，佢哋發展出好極端嘅宗教行為要求嘅。企圖以外在嘅宗教行為，例如最具體就係一定要守好佢哋方式嘅安息日，或者守一啲節。佢哋守節守安息日咧，好多規條嘅，犯咗任何規條咧，都係會被好多人指責嘅。用呢啲嘅外在行為去證明自己，咪就係上主嘅選民咯。證明猶太人比其他民族更加聖潔咯，更加配得上主去使用咯。嗱，事實上守安息日、守節唔係問題嘅本身啊嘛。問題係以為守咗安息日，做咗一啲外在宗教行為，你就證明到自己嘅身份，可以滿足到上帝嘅心意。諗下都知唔得啦，係嘛？諗下都知返崇拜啊、交十一奉獻唔證明你係基督徒啦，係咪啊？係咪啊？係啊嘛，係咪？不過唔返唔交就更大鑊咁解啫嘛。做唔代表。唔做就代表一啲嘢，但係唔通做咗就真係證明到咩？我哋人人都知唔得嘅。事實上，甚至咁樣嘅外在宗教行為，極端嘅要求，可能同上主心意越走越遠添。唔知我哋今日教會你自己，我哋會唔會跌入呢個建構一個虛擬自我嘅一種解答方式呢？今日嘅福音經課馬太福音第3章嘅經文當中，施洗約翰就好殘酷咁樣指證猶太人呢種自義、自我認知嘅盲點。彌賽亞的確係由猶太人出嚟嘅，但係呢個唔證明猶太人一定就會行使公義啊嘛，更加唔能夠確保每一個猶太人都一定有份於上帝國㗎。其實，因為上主係要向每一個人、每一個猶太人去審問、去問責嘅。施洗約翰係邊個啊？又溫下書咯噃，佢就係耶穌出道之前喺約旦河為人施洗禮、呼籲悔改，而且為耶穌基督作為先驅嘅一個人。今日嘅福音經課都有描述少少。第3章1至4節，喺嗰啲日子，施洗約翰就出嚟啦，
喺猶太嘅曠野就宣講：你哋要悔改，因為天國近啦。呢個人就係先知以賽亞所講嗰位，喺曠野有聲音呼喊話：預備主嘅道，修直佢條路。呢個約翰身穿駱駝毛嘅衣服嘅，腰束皮帶啦，食嘅咧就係蝗蟲同埋野物，即係一個野人咁樣啊！呢個野人嗰個時候，耶路撒冷、全猶太同埋全約旦河地區嘅人咧，都去到嗰個曠野嗰個約旦河邊揾一個約翰，佢哋踴躍住去承認自己嘅罪，喺河邊要受呢個約翰嘅洗禮。經文甚至記載咧，嗰啲自以為義嘅宗教分子，即係法利賽人、撒都該人都嚟到揾呢個施洗約翰。第7節咁樣講，約翰咧就見到好多法利賽人同埋撒都該人就嚟洗禮，就讚佢哋啦。唔係啊，嗱，即係睇下你熟唔熟經文，就同佢哋講：毒蛇嘅孽種，邊個叫你哋嚟逃避將來要嚟嘅憤怒啊？喂，已經嚟洗禮嘅咯，係嘛？已經話我即係嗰班人已經話要嚟悔改咯。施洗約翰首先嚟個喊下，喂，再鬧一鬧先啊！所以大家即係督促隔離嗰個準時返崇拜同埋瞓醒嚇。施洗約翰稱呼佢哋為毒蛇嘅孽種。蛇喺聖經當中係一個乜嘢嘅典故啊？你最早諗起蛇嘅係創世記。施洗約翰要提醒呢班人，你哋嘅根源係嗰個會被呢個蛇去引誘犯罪嘅亞當夏娃。你哋嘅本質係容易受引誘，忘記自己本相嘅人啊！你哋唔好以為你哋有一個神聖嘅身份外表就係聖潔嘅人啊！法利賽人、撒都該人甚至猶太人可能以為自己亞伯拉罕嘅後裔，彌賽亞要出嘅民族，以為自己聖潔啲。施洗約翰提佢哋：你哋嘅本質係毒蛇嘅種類，你哋嘅本質係易受引誘犯罪，你哋嘅本質就係容易忘記自己嘅本相。你哋嘅本質就係容易以一個外在嘅外表遮掩你哋內在嘅犯錯。施洗約翰要呢啲人悔改，唔知大家又覺得我哋自己有冇試圖孭起一個基督徒嘅外表，然之後忘記我哋都係毒蛇嘅孽種？馬太福音3章8至10節，施洗約翰繼續就講啦：你哋要結出果子嚟，與悔改嘅心相稱，唔好自己心裏面呃自己啦。我哋有亞伯拉罕係祖宗啊！我話你哋聽，神能夠從石頭嗰度為亞伯拉罕興起子孫嚟啊！而家把斧頭架喺個樹根上邊，要再劈一次啦。凡係唔結果子嘅樹就砍下嚟丟在火裏。悔改嘅希臘文原文其實有一個改換心思或者轉變心意嘅意思嘅，即係佢本身要強調，如果你遠離咗神，你要回轉翻去神面前，係先由一個心靈改變，先至講求個行為悔改。悔改唔只係你再將另一套行為嘅 action 曲換咗，然之後你就覺得自己悔改。我以前做嗰啲而家唔做就等於悔改？唔係，悔改首先係講緊你嘅心靈要朝向上主，你先至知道自己要做啲乜㗎。唔係人哋話俾你聽咁樣做唔啱，所以我咁樣做。唔係人哋話俾你聽崇拜唔好瞓覺，所以你醒。係你知道崇拜要點啊嘛？你先要向上主詢問，你先至明白在你真實嘅生活當中，你要用咩行為去配合你悔改嘅心。
咁究竟施洗約翰同嚟尋求佢嘅人話：你要悔改，即係一種點嘅心思意念嘅轉化，或者我用一個概念嘅轉念咧嚇。剛才我就講咗一個心理學原理係咩話？自我不一致理論 （self-discrepancy theory）。心理學家就認為咧，處理呢種自我認知同埋我現實落差嘅嗰種張力，或者唔好產生一個虛擬自我呢種解決方法咧，有一個即係秘訣嘅，有一個秘訣。即係總之你嗰種張力咧，你唔好走咗去作一個自己，即係創作一個自己嘅人格出嚟咧，點好啊？咁就係要面對自己三重嘅我。邊三重咧？第一個我即係實際我 actual self， 實際我即係你而家其實係點㗎嚇？你以為自己其實好健康，其實我唔係好健康嘅啫，咁樣啦嚇。第二個部分理想我 ideal self， 即係你心裏面渴望成為嘅自己，你心裏面想自己係一個點嘅人。第三一個就係應然我 ought self 啊。應該成為嘅樣子嗱，呢個比較傾向就係一個社會規範下，或者你喺關係網絡下，人哋覺得你要點嘅，人哋覺得你要點，即係師班員要點啊？可能好多人覺得即係有人期望我要咁咯。執事要點啊？你會覺得有人覺得我要咁咯。即係返善樂嘅人要點啊？你會覺得可能都係有啲善樂嘅話事人要我點咯。嗱，呢種就叫做人哋話俾你聽要點嘅 ought self 應然我。咁啊，去翻嗰個理論嚇，嗰個理論就話：喂，你係要梳理呢三部分嘅，你要知道呢三部分嘅你係點嘅。借用呢個理論咧，我哋睇下點樣實踐回轉轉念。我哋作為信徒咧，有一個理想我嘅，個理想我咪就係毫無保留全然活出上主為世界捨己成就公義聖潔生命，命都唔要嗰個就係理想我啦，係咪？個個信耶穌都係想自己係咁噶啦，係咪？有冇人話唔係噶？應該唔敢咁講啦，係咪？但係又有一個社會期望，即係教會期望嘅嗰個應然我係點嘅咧？即係教會人應該係一個心地善良好人，即係隨傳隨到，同人呢伸出援手無怨言。你試過咁樣俾人期望你未㗎？即係我啊，成日都係俾人咁樣期望㗎。即係你一定係即係有問題揾你即刻出現㗎，一定係㗎。然之後，我哋仲要誠懇面對你內在我嘅，咁你可能一問自己內在我，你就話：喂，其實實際我，喂好自私嘅，其實我好冷漠嘅，甚至客觀上、事實上，我哋係充滿限制嘅。喂，你想我即刻隨傳隨到，我搭的士都要3個字啊，係嘛？我有個限制嘅，你都有個限制嘅。你唔係無限資源嘅，我好想捐錢，即係咪捐到咧？我最近有一個好深嘅反省㗎，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即係我叫做借咗一啲嘢出嚟啦，咁啊長話短説就係第一個接觸我嘅人咧，即係當然我都驚俾人呃㗎嘛，咁啊我借支吉他出嚟，咁啊你係咪有需要啊？係啊，跟住話你學開吉他㗎？唔係啊，我中咗風啊！咁你支吉他做乜嘢啊？我攞嚟練手指啦咁。咁我第一個反應就我會唔會送俾啲更有用嘅人咧？咁乜嘢叫有用啊？點解我唔係送俾佢話覺得佢需要，我咪俾佢咯？跟住再長話短説，因為跟住再繼續傾偈啊。然之後佢問我可唔可以做佢朋友啊？因為我冇表明我係牧師身份啦，諸如此類啦嚇。然之後佢就你有冇啲呢樣嗰樣可以借俾我啊，送俾我啊咁我又打點咗一大輪之後咧，咁佢就話其實而家有社工跟緊我啦，呢啲都唔使啦咁。喂，佢冇錯噶，錯嘅係我嘛，我有限制，我唔係即時幫到佢，係咪？我揾嘢我都要時間張羅。喂，佢嗰刻就要噶啦，我係有限制噶。我哋每一個人都有限制㗎。咁悔改轉念係乜嘢啊？就係各位弟兄姊妹，你要揚棄嗰個你極力戳出嚟，以為自己可以即係應該要拯救世界，或者應該要好有感受嘅嗰個自我認知。你要承認自己係充滿缺陷嘅，你要承認自己係好多限制嘅。
同時你要抑制嗰個被外間期望圈住走嘅嗰個衝動。人哋期望教會啊、基督徒啊一定要即刻伸出援手嘅，你可能都好多人咁樣期望你嘅。但另一方面，我哋要真誠向上主轉念。你要問上主點指引呢一個殘缺不堪嘅你。我哋喺實況同埋限制當中，你要詢問你嘅能力所及嘅地方。你要真誠咁樣一啲一啲咁樣實踐，活出福音價值，見證美善。唔好覺得完全自己無力就犬儒，亦都唔好懷住滿腔嘅衝動，做咗好多未必需要你做嘅嘢。面對發生喺我哋深愛香港嘅大災難，我相信我哋各人有各種嘅情緒，好多種層次嘅情緒，甚至可能我哋各人都面對好多自我認知同現實嘅落差。你可能因為好有感受而覺得自己應該要做啲嘢，係咪？或者其實你可以係好冇感受㗎，但係人哋期望你要有感受，期望你要做啲嘢嘅。你可以係咁嘅。可能有啲人出於自我認知或者人哋嘅期望咧，就會覺得自己一定要做啲嘢啦。我哋呢啲牧師一定要做啲嘢啦，教會一定要做啲嘢啦，係咪？但係其實可能你係極有限制。有人會跌落大發熱心嘅失控啦，或者另一個極端就係因着自我認知同埋實際限制咧，跌入咗一個無限嘅自責，覺得自己無能。呢兩方面都係危險。事實上，你可以係點㗎？你可以好有感受，但係唔適合、冇能力做嘢㗎。亦都另一方面，其實你係可以乜嘢感受都冇。喂，不過你即係家財萬貫，即係跌啲錢出嚟幫到人㗎。你可以冇感受，但係適合做一啲嘢㗎。你要好好審視自己嘅狀況。或許呢一刻，我哋都要悔改、轉念，回歸上主嘅引導，作出適切又真正幫到件事嘅行動，或者不行動。我聽到好多同行嘅人喺度講啊，嗱，我唔係阻止大家去做各樣嘢，不過有時可能你去到某一個場地，義工係多過組織嘅人，然之後佢要花好多人力資源去組織義工。我哋都要小心檢視我哋內心，我哋嘅行為，我哋嘅表達啊，我哋係咪滿足內心嗰種張力、焦慮咧？我好焦慮，我一定要表達，我一定要做啲嘢，係為咗你自我感覺良好，定係你真係以嗰啲有需要嘅人為中心咧？對一啲人嚟講下，可能你好好梳理自己感受，好好生活，減少使用社會資源咧，已經係幫到個社會噶啦。我哋今日嘅經課講道嘅重點，我可以提醒大家，嗰個轉念悔改，你係先要回望自己與上主嘅關係，你先明白做一個點樣適切嘅行動，以至符合你悔改嘅心同埋你嘅呼召。今日嘅經課對教會又有咩啟示呢？冇錯，上主係要藉住教會去建設天國嘅。我哋的確係承接咗呢個嘅使命。社會係期望教會應該要為公義發聲嘅，係咪？但係此刻喺呢個歷史當下嘅香港教會，其實我哋面對好多限制，即係例如今日我就應該要呼籲大家去投票一樣。我哋好多嘢唔能夠以我哋一般諗法去行使我哋認為嘅呼召。喺香港嘅教會，我哋都面對住各樣嘅限制嘅，唔會因為係上主揀咗教會，我哋就無時無刻喺歷史上喺每一個社會都可以暢所欲言咁樣行使我哋嘅福音價值嘅。我哋係深深感受到呢份抑壓、限制、逼迫，甚至被誤解嘅教會係。整個香港教會係咁，我相信有啲大會報教會係咁，
我相信善樂都係咁。我相信你同我活喺呢個社會，我哋都明。但係我哋善樂希望同大家一齊學習，喺呢個無力感或者盲目行動嘅中間，我哋要持續察驗上主嘅呼召。喺我哋嘅能力當中，喺我哋嘅緣分所及當中，我哋要切實腳踏實地咁樣同呢個社會同災民同行。有一啲學者指出，重大災難引起嘅社會關注大概有幾多禮拜啊？冇留意嗬。咁學者就話，通常即係世界各地嘅呢種大災難咧，3個禮拜度咧，即係無論善款啊關注咧就冷卻噶啦。咁所以好合理啊。其實3個禮拜後聖誕節啊嘛，即係所以我哋可以慶祝嘅，因為啲人唔記得噶啦咁。個社會會冷卻嘅，唔係想唔想，而係一個好自然嘅趨向。但係教會應唔應該朝住呢個風氣冷卻？教會預備好長時間學習去關心呢件事未呢？教會有冇辦法，我哋一齊互相提醒，按照我哋能力所及，長久咁樣去關注呢？我哋每個人，以至我哋整個信仰群體，我哋都要學習離開虛妄嘅自我認知，切實咁樣活出我哋嘅呼召嘅心，同埋被呼召嘅生活，喺我哋真實嘅生活當中結出果子嚟。今日讓我哋用經課最後一段嘅經文，我哋去互勉，請聽我讀出羅馬書第15章4至到6節同埋13節。從前所寫嘅聖經都係為咗教導我哋所寫嘅，要使我哋藉住忍耐同埋因聖經所生嘅安慰得着盼望。但願賜忍耐同埋安慰嘅神，使我哋彼此同心，效法耶穌，為使我哋同心同聲榮耀主耶穌基督嘅父神。願賜盼望嘅神，因你哋嘅信，因你哋嘅信德，將各樣嘅喜樂平安亦都充滿你哋嘅心，使你哋可以藉住聖靈嘅大能大有盼望。阿門。